大家好，我是冲啊。今仔日我要来讨论什么是腰笑。大部分人捌的腰笑是这个物件，英文叫做 pancreas， 伊甲糖尿病有关系，是消化系统之中重要的成员。但是有另外的讲法，讲腰笑这个物件叫做英文的 spleen， 这个器官有另外的名叫做脾脏。用即马西医的观点来讲，伊上主要的功能甲免疫系统有关，嘛是咱身体内底重要存活的器官。为什么有这两种无共的讲法呢？上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中医甲西医对身体的见解无共。但是我主要是学西医，所以若是中医的部分有讲唔对，也阁请指教。为着方便，我会把 pancreas 叫做腰笑 ，spleen 叫做脾脏。较早的中医无西医的解剖学，只有着功能大概分做5种六具。毋过像心、肝、肾等等的内脏，拢有功能互相对应的解剖名，这种就较无争议。但是较早西医对脾脏的功能有误解。就是伊甲消化有关，所以才会互人甲中医的脾连做伙。会讲开脾健胃，就是因为中医认为脾甲消化系统有关，而且西医对腰笑嘛是足慢才了解，因此后尾才阁帮伊起一个本来中医内底无的名。简单来讲，即马讲的腰笑是传统中医无的器官。所以本来腰笑是讲脾脏是足有可能的，搁较早西医对脾脏的认识甲即马又搁无共，才会出现即款畸形甲混乱。大概了解中医是安怎来的了后，即马的讲法又搁是安怎咧？头拄仔有讲过，大部分人认捌的腰笑是 pancreas， 脾脏是 spleen。我家己是同意即种用法。无 pancreas 嘛无啥其他的台语名，台语的维基百科是用髓脏来称呼，但是目前我是无啥听过有人安尼用啦。毋过爱注意，若是去市场会猪肉摊讲要买腰笑，实际买到的器官应该是猪的脾脏。上少我家己找到的资料甲相片，看起来拢较像脾脏。但是以后阁有看到啥物新的资料，可能就会阁做一集啦。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若是有啥物建议，也是有毋对的所在爱改进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介意这个影片，会当是介意；若是想要看日后的影片，会当订这个频道哦。多谢大家。